好啦，OK。嗱，上一期同大家睇咗中山西區嘅140平方嗰啲樓王單位，3個樓盤做到個 combine 啦。咁其實有啲朋友仔後台私信都個反應唔錯，想咧睇多少少咧，依家熱銷少少嘅一啲 size 啊嚇。咁我哋今日咧會攞2個樓盤出嚟做個對比嘅，亦都係3+1房嘅一個設計嚇。咁呢2個係邊個咧？一個公園4季嘅2期嘅115平方，仲有幸福匯4期嘅105平方。呢2隻積其實咧個總價上亦都係差唔多，但係咧佢個間隔做出嚟個效果係點咧？交樓標準又係點？依家又有咩貨源選擇？係咪好奇怪咧？嗱，我哋即刻開片了解下啦。賣個廣告先，我哋嘅 YouTube 主頁上面咧有條 link 嘅，大家可以 click 翻入去，入邊咧會定期更新翻唔同嘅路線嘅一個睇樓團嘅，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意翻啦。幸福匯3+1嘅空間嚟講咧，咁其實集中咧就喺3棟同5棟，咁基本上嘅話咧5棟咧就會多啲貨價，因為喺今年嘅5月咧先正式加推嘅。咁而3棟嚟講咧，亦都係最後嘅3棟選擇。咁3棟嘅好處咧就係即刻賣即刻收樓，咁5棟咧要去到今年嘅年底嘅。喺間隔方面，可改動性嚟講咧係非常之吸引嘅，因為咧成間屋嚟講得一縫嘅主力牆就連住呢個飯廳嘅位置。嗱，幸福匯我哋咧一入到嚟會感受到呢間104平方呢個空間係咪好正咧？一個咁大嘅落地玻璃，咁其實呢個位置攞嚟做咩？其實實質攞嚟擺鞋櫃用嘅啫。咁但係我哋亦都有啲街坊咧，亦都會喺呢度種下啲花花草草啊。咁佢交樓標準咧，亦都喺大家睇一啲細節位。首先我哋出翻嚟先，我哋可以睇一睇咧。嗱，對面屋嘅話咧，大家會留意到佢嘅門框咧係到頂嘅。咁而其實咧。入咗嚟之後咧，實質嚟講，我哋內部嘅空間，包括房間都好啦，同埋呢個入戶大門，佢嘅前後都係去到頂，成間屋嘅感覺咧會大氣啲。咁入到嚟，雖然佢呢個係3+1嘅單位，但係佢亦都配咗子母門啦，然之後呢個4合1嘅電子門鎖咧，其實亦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啦嚇。咁其實呢個 area 嚟講，亦都係計一半啦。咁實質交樓嚟講咧，亦都發展商幫你做咗封窗之餘咧，亦都會帶埋呢個趟門嘅處理。但係呢個趟門嘅原因係點解咧？因為你喺屋企開冷氣嗰陣咧，就唔使擔心啲冷氣走晒出去啊。嗱，我哋睇一睇咧，佢係廚房。嗱，呢個廚房咧，雖然 Andy 又覺得佢有啲美中不足嘅。首先，大家睇一睇個操作台，雖然佢係一個 L 型，但係咧佢個操作台面唔算話太多嘅。咁同埋一樣嘢，大家見到 Andy 而家身處緊呢個位置攞嚟做咩？擺雪櫃嘅地方，只有單門雪櫃。咁其實我哋有啲街坊咧，會用呢一個位置改造一啲層板喺度，咁然之後擺翻啲蒸烤一體機啦，或者係洗碗碟機，亦都喺度改造嘅嚇。咁呢一度嘅櫥櫃咧，就全部亦都冇用嗰啲有壓式啊，或者係辦公式嘅，全部都係用咗呢一啲叫做冇扶手嘅一啲設計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就係方便大家去拎嘢嘅。而旁邊咁其實亦都有個咧工作露台，咁我哋擺翻啲洗衣機啊、乾衣機喺呢一度嚇，咁個空間咧其實算足夠嘅。咁其實我哋咧亦都去睇翻啦，依家呢隻廳嘅設計咧係一個直廳嘅處理。咁呢個直廳嘅設計嚟講咧，個睇電視嘅空間咧已經去到3.7米嘅一個距離，立體感亦都係非常之強㗎嚇。咁但係咧，先同大家睇咗一個位先嗱，首先因為幸福匯最大嘅賣點 ，Andy 覺得呢隻即其中一個咧，佢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，就將原生呢一埲緊窗緊玻璃改做一個活動窗，咁你就唔使下下開個廚房門或者開露台先可以扯到風嚇。咁至於發展商嘅交樓嚟講咧，大家會見到啦，白色嘅乳膠漆牆啦，咁而上方嘅話包括啲燈吸頂燈啦，係啦。風管機咧，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咁而無論係房間、客廳都好，上方亦都係做咗啲反乾槽啊喺度啊嚇。咁我哋咧出翻嚟睇翻即係客廳嘅一個主露台嘅一個狀況。嗱，大家亦都係睇睇 Andy 一身處緊呢個主露台。安地嘅外牆咧，幸福匯外牆全部都係黐牙仔嘅，咁所以佢個露台嘅空間全部亦都係黐牙仔嘅。而 Andy 又1.75米高，咁其實呢一個欄杆嘅高度已經亦都係去到差唔多接近1.7米㗎啦，咁非常之高。咁但係大家睇一睇幸福匯最大賣點喺西區嚟講咧，佢個景觀嗱，佢個景觀相對嚟講咧冇咁困嘅。我哋由右手邊可以睇到咧，彩虹洲濕地公園啦、中醫院啦，最直望嘅話，我哋望翻我哋嘅1、2棟樓間距方面嘅話，已經接近100米㗎啦。
咁而最左手邊再過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會望，雖然望到好多嘅唔同樓㗎嚇，咁但係咧佢呢一度因為我哋樓層夠高，亦都可以望到天，咁個樓間佢亦都夠闊，咁所以喺西區嚟講咧，幸福匯佢呢一隻間隔嚟講咧，佢即係如果大家揀幸福匯嘅話咧，就中意佢個景觀比較開揚嘅。嗱呢隻間隔咧就3+1啦，咁就有2個洗手間，咁變相我哋睇一睇佢個客廁交流嚇。嗱，首先我哋見到一入嚟好吸睛嘅一個排櫃啦，咁雖然呢排櫃咧冇做嗰啲咩除毛功能，但係咧夠用嘅。咁同埋大家睇一睇個星盆位置，佢呢啲細節位做得幾好嘅，全部用咗一個圓角啦、防撞嘅處理啦，下方全部亦都有啲櫃桶嘅抽拉式啦嚇，咁呢啲就方便我哋收落啲紙巾。咁另外再入到嚟啦，嗱沖涼嘅空間咧，叫正常常，唔算特別細嘅。咁呢度我哋亦都嚟翻少少嘅窗台空間去做翻咧呢啲叫做洗頭水啊、沐浴露啊嗰啲位置。咁呢度睇間最細嘅房間，嗱首先我哋一入到嚟，嗱呢間房係咪好細咧？呢間房咧其實你可以擺到張1.2米3床，然之後側邊呢度咧你仲有個1米左右嘅空間啦，去做翻個斗櫃喺度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咧，佢對面呢一度嘅話咧，大家亦都會睇到噶啦。嗱，我哋上方係啦一個隔離嘅冷氣機，亦都反燈槽。咁呢啲全部都係交流標準。咁然之後個窗台個採光面亦都夠大啦。我哋如果利用下個窗台擺到1.5米床大過嚟到呢個空間，咁側邊呢個成個 area 咧，仲有個1.5米左右嘅空間咧，俾你1.5米、1.6米嘅空間俾你做衣櫃、做書台或者你點改動都得。咁呢隻積本身有個好處啊嘛。咁我哋開頭都講咗啦，呢隻間隔佢其實成間屋嘅主力牆唔係咁多，你要拆大個客廳你就拆左手邊個縫牆，你要拆大間房咧就右手邊縫牆亦都可以改動嘅。咁佢呢隻間隔嚟講咧，亦都係帶套廁嘅。咁呢個套廁咧 ，Andy 覺得幾好嘅，因為我哋走廊一入到嚟就對住呢個門口，咁亦都唔使話對住床啊嚇。咁佢呢個空間嚟講叫斯斯正正，唔算話特別標青嘅。咁同埋有個好處，有好多朋友咧，佢未必中意喺沖涼個空間會有隻窗喺度。你留意下發展商將隻窗嘅設計咧，就係擺咗喺馬池位呢個空間 area 嘅。咁所以嘅話咧，就唔需要擔心咧，喂佢呢度平時沖涼整濕啊嚇。咁主人房係啦，個窗台咧唔算特別標青嘅。嗱，佢幸福匯係咁樣，有103同埋104。其實最大嘅分野咧，最主要咧就個窗台嘅部分。一隻積就係講緊 L 型嘅採光窗，一隻積咧就係講緊咧單邊嘅採光窗啊。空間嚟講咧，其實絕對足夠噶啦。你要擺張2米嘅床，3邊落床都夠。而且發展商交樓嘅標準嚟講咧，係啦，到頂嘅一個收納衣櫃，咁全部亦都係一個交樓標準、交樓細節嚟㗎嚇。咁依家我哋再去睇下咧，公園4櫃隻間隔又做成點？嗱，第二個樓盤睇嘅就係人行公園4櫃嚇。咁今次咧，我哋會睇嘅話咧，最主要隻積咧就117平方，呢隻咧就3+1嘅一個空間嚟嘅。佢呢隻積嘅主力牆得2縫，咁你要改動嚟講咧，要改大個客廳，亦都可以利用門口嗰間房啦。咁如果你話房間要夠大嘅，亦都可以自由拆改啊嚇。呢隻積其實都非常之靚嘅。咁佢嘅分佈嘅位置咧，咁其實集中嚟講啦，依家有嘅貨源就喺第5棟啦，然之後就係第1同埋第2棟為主嘅。嗱，117平方我哋咧入到嚟之後咧，就會有左右兩邊嘅。咁其實大家如果睇個上期就知噶啦，佢會有啲似8四方，只不過8四方佢呢個放大版嚇。入到嚟呢個位置嘅話，成個空間利用晒。到時交樓嘅話咧，呢啲嘅玻璃咧係冇嘅嚇，全部係空曠嘅。道門同樣向出外開，咁係講緊咧裝甲4+1嘅電子門鎖。咁呢一度嘅話咧，我哋右手邊發展商預留咗一個鞋櫃位俾大家。咁呢個鞋櫃位咧嘅話咧，大概係1.5米左右嘅一個長度嘅啫。咁位就有預留，但係送就冇嘅。我哋公司有個23,800嘅家私家電套裝，可以轉做一個訂製鞋櫃嚇。咁大家亦都睇一睇嗱。呢一間房間，大家留意到嘅，咁其實咧，佢個長度嚟講唔算話太闊嘅，實質嚟講咧，大概係一個1.8米到1.9米嘅一個距離嘅啫。咁但係咧，佢有個好處，我哋呢間房可以改大個客廳，就係融入咗一個客廳度就拆依家呢一埲牆，拆毀咗佢就可以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再入翻嚟呢一個位置。
嗱，呢隻積同幸福會嗰隻積對比嚟講啦，個分別喺邊度咧？佢呢隻係立不對流嘅間隔。我哋先睇咗呢一個睇電視嘅空間先嚇。咁睇電視個距離嚟講啦，有5格嘅80吋。咁變相嘅話，大家睇電視個距離個空間咁夠嘅。咁而且咧，咁呢一度嘅話，你亦都係用咗一個3節嘅趟門，所有嘅窗包括房間，咁全部都係會用咗雙層嘅隔音玻璃。幸福會調翻轉，全部都係單層玻璃啊嚇。咁我哋再出翻嚟呢一個係純粹一個生活露台嚇，呢個生活露台嘅話，其實個闊度夠噶啦。咁講緊咧，而家有1.5米嘅一個長度。咁基本上嘅話，我哋睇下揀邊棟。咁基本上，如果大家揀2棟嘅話咧，望出去呢個 view 咧就會向內園為主嘅，係啦。咁如果你係話揀5棟嘅話，依家我哋身處就喺3棟嘅位置，其實個 view 係差唔多高層啲，可以望翻遠少少啊。咁至於嗱。咁入翻嚟之後，大家亦都見到咧，佢嘅交樓亦都比較簡單少少嚇，亦都係一個燈泡啦，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反光帶會有啦，射燈會有啦。咁而我哋另一邊，大家會見到啦，個風管機就藏咗喺呢家呢一個。咁風管機嘅牌子咧，就會用海爾嘅牌子，幸福會咧就用格力嘅牌子嚇。咁我哋再睇翻啦，嗱，廚房到時交樓會有個吊頂嘅玻璃趟門。但呢個廚房相對嚟講咧，我覺得佢會靚過幸福會嘅。咁首先我哋最簡單呢個位置個空間足夠噶啦，你擺個講緊雙門嘅雪櫃喺度，係法式嘅雪櫃夠嘅，操作台夠多嘅，同埋佢會多咗幸福會一樣嘢，就係佢呢一度會有個抽拉籃，係已經做埋俾大家噶啦，係啦。咁幸福會就冇呢啲咁嘅細節位啊嚇。咁而佢對出嚟嘅話咧，呢一個就我哋可以望翻內園嘅工作露台啦。嗱，呢個工作露台咧，咁其實大家見到啦，公園四季望翻入嚟咧就好靚仔嘅。而我哋而家對住嘅話就係1棟同埋2棟嘅空間。如果117方望翻出嚟咧，就係最主要內園嘅一個位置。咁而且大家亦都留意下咧，之前我哋上一期同大家講過，其實佢呢一度嘅交樓嚟講咧，最主要都係用呢啲真石漆為主嘅，咁就唔係黐瓷磚嚇。呢個咧同幸福會嘅分別都比較大啊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你話對比嚟講兩個樓盤咧，幸福會樓底會比起呢一度現場嚟講咧會高啲嘅。咁呢度嘅就會壓抑少少。嗱，117平方嘅唯一2縫主力牆咧，就左右兩邊呢縫牆，所以 Andy 身後嘅空間全部可以入打㗎嚇。我哋先睇第一間客房。嗱，呢間客房非常之吸引，佢係咩咧？窗台去到底。係啦，佢同幸福會嘅103、4方唔同，有啲房間嘅窗台佢唔係去到底咧，你基本上好難去利用到佢做啲窗台床啊，或者利用晒成個空間嘅。如果你擺到張1.5米床嘅話咧，大概個空間嚟到呢個位置。我哋右手邊仲有一個可以做到一個1.6米至1.8米嘅一個大衣櫃喺呢一度嚇。咁而佢對出呢一度嘅話咧，就係一個洗手間嘅客廁部分。嗱，首先我哋可以睇一個客廁嘅一個位置空間先。驚櫃唔係去到底啦，咁基本上嘅2件套亦都會有。沖涼嘅空間同幸福會對比咧，最主要就分別就係佢個窗台位啦。窗台呢個空間嘅話，睇下大家點樣去利用會好啲嚇。因為有好多朋友會對於窗台呢個部分嘅話咧，可能唔係咁中意，但係咧，反正都係全贈送嘅部分嚇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再睇多個細節位，佢呢個位置咁基本上嘅話，大家會見到一個門檻石嘅，咁佢兩邊都做咗，佢客廁同埋主廁都有。咁有個咩好處咧？有啲人中意洗地嘅話，係一桶水冧落去啊嘛。如果係木材嘅話咧，咁就個道門咧就會好容易爛啊嚇。咁然之後咧。我哋再睇多間客房，嗱，呢間客房同樣啦係都係最細嘅客房空間嚟嘅，咁基本上窗台到底1.5米床3邊落床冇問題，但係咧佢同幸福會有個細節位有啲唔同嘅。嗱，我哋大家睇一睇呢個牌先，嗱，可以縮近少少，嗱，呢個牌咧就係叫做咧房間為一個避難間嘅，咁全部嘅門窗亦都係內火嘅一個功能性。最主要係咩咧？因為佢呢間房佢個設計嘅話咧，佢會多咗一個防煙嘅膠條，遇到熱嗰陣咧，佢呢間房呢個紅色嘅膠條咧會直接膨脹，咁就避免啲濃煙入間房啊嚇。呢個設計係得公園四季會有嘅，幸福會都冇嘅。咁另外啦，我哋再入到嚟睇下間主人房。嗱，主人房嘅空間大家都感受下，窗台同樣去到底啦。所有嘅房間都有呢個窗簾盒嘅設置，但係冷氣機咧就冇嘅。幸福會調翻轉會有啦。咁如果你話做主人房，我哋都未必要利用窗台，我哋淨係喺呢個空間擺張2米床3邊落床係完全夠位嘅。衣櫃位發展商又預留俾大家，就係
有左右兩邊開工嘅衣櫃。嗱，呢種衣櫃咧，雖然佢收納空間唔算話太多，咁但係咧，相對嚟講，你可以擺喺其他空間嗰度用嘅。至於主廁嘅空間嚟講啦，咁大家亦都可以跟翻我哋嘅鏡頭望翻，其實同客廁嘅部分咧差唔多嘅啫。兩個屋苑咧，我哋已經對比咗啦。同樣3+1嘅戶型咧，唔知道大家會點揀嚇？嗱，人行公園4季啦，依家最主要如果係117方嘅話，集中嘅貨源咧，除咗5棟之外咧，亦都係新加推嘅2棟嘅。咁其他嘅棟數基本上已經都清晒貨㗎啦。咁5棟嘅價位嚟講咧，佢因為佢會靠近呢一個叫做鐵路嘅，所以佢個價錢定位咧大概12000幾左右啦。至於2棟嘅價錢嚟講咧，佢均價咧大概係13000到14000。我哋攞中間個數嚟計13500嘅話咧，個折後總價大約咧係158萬左右。嗱，至於幸福匯嘅話咧，咁因為其實如果3棟同5棟個價差亦都有唔同嘅，咁其實咧，好似我哋啱啱拍俾大家睇嘅示範單位，會喺3棟嘅25樓，亦都係一個鳳凰嘅樓層。呢一套單位發展商一口價嘅價錢嚟講咧，咁係講緊161萬左右啦，就已經可以攞下低㗎啦。咁呢套嘅價位，大家亦都會察覺一樣嘢，喂，原來兩隻積嘅價錢相差4萬蚊，咁只不過咧，大家嘅方向唔同，間隔唔同，而且最重要就要睇翻你哋有幾多人用啦。咁如果你話咦調翻轉問 Andy 嘅話咧，咁其實就係好視乎翻大家嘅一個想法，因為咧。公園4季始終咧，其實都要去到2026年嘅年中左右先可以收到樓。咁而幸福匯咧就係一個現樓嚟嘅，所以兩者其實個對比性亦都或者個衡量性亦都係唔同下下。咁所以嘅話，如果你哋大家仲有啲咩樓盤想知道、想對比嘅話咧，歡迎評論區留言俾我哋。咁我哋咧下一期亦都可以再做啲唔同嘅對比。咁下一期咧，Andy 亦都會同大家對比多個樓盤。呢個咧就係公園4季嘅95平方，再撚多一個。大家可能好期待嘅一個樓盤啦，因為呢個樓盤咧個價錢亦都係超平嘅。咁記得啦 ，follow 翻我哋嘅 channel，跟進我哋下一期啦。咁我哋公司啦，同樣如果大家係想知道，我哋個對比樓盤或者係一啲睇法嘅話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咁亦都可以 WhatsApp Andy。咁我哋公司亦都會送出23800嘅家私家電套裝啦，同埋價值3800蚊嘅驗樓服務。咁記得啊，我哋會派車去到屋企樓下。接你哋過嚟現場實地考察下，咁對比下唔同嘅周圍樓盤，對比下唔同嘅配套，有啲咩問題，大家電話聯絡啦。